多謝主席。政府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嘅，當然係推動中華文化啦，亦都睇到呢個辦公室係做咗好多嘢。但係我哋睇翻個工作文件裏邊呢，相關嘅工作都係集中喺大型嘅展覽、演藝活動同埋嘉年華。我哋叫呢個係縱向垂直嘅介紹。但係咧喺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三方面文化嘅橫向啦，就好似睇唔到有啲乜嘢工作。中華文化嘅靈魂咧喺邊度呢？中華文化嘅靈魂就喺以文載道，以史為鑑，以節入世。缺乏咗呢個思想嘅深度橫向嘅累積呢，文化啦就會流於表面，就係打卡式。即係正如頭先鄧炳森議員講，去下唔記得㗎啦，就好難留低一個市民心目中嘅認同。我哋唔係要中華文化係一場一場嘅嘉年華，我哋係要有熱度、有深度，能夠滲入我哋嘅香港市民嘅心裏邊嘅工作。呢個咧喺文史節嘅橫向工作裏邊咧，我相信政府係要落一啲苦功，而唔係只係話咗俾我哋聽有幾多人去，搞咗幾多場。咁我有幾個問題嘅，就係而家我哋目前政府嘅展覽裏邊咧，就展示一啲器物啦，或者一啲古物啦，同埋介紹一啲歷史直向嘅年代啦。我想問下政府或者局方會唔會有啲橫向式、專題式、跨學科式嘅講解，譬如話儒家嘅仁愛啊、道法自然啊、佛教嘅思想啊，呢啲橫向嘅，將文化嗰個靈魂注入我哋而家直向嗰個型。第二樣咧就係中華文化其實亦都係我哋生活嘅智慧嚟。喺儒釋道三教嘅思想，其實已經滲入咗我哋日常生活裏邊。我哋有冇啲喺透過生活上嘅展示，令到我哋嘅市民知道，原來我哋嘅骨子裏嘅行為就已經係中華文化。第三咧就係文化弘揚嘅成效，其實取決於質量。喺弘揚辦裏邊，除咗行政同埋參與政策嘅人才，有冇足夠有人文底蘊嘅人喺度呢？有冇諮詢下我哋佛教嘅寬宏大和尚啊？有冇道教梁德華道長啊？又或者孔教呢啲咁嘅宗教機構佢哋嘅思想呢？不過一講宗教呢，你又會話文青局嘅事㗎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嘅三個問題就係咁啦，主席。好，局長有冇整體回應？係，多謝主席。我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啦，嚇，無論係所謂嘅縱向、所謂嘅橫向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工作要做嘅，嚇。咁頭先有議員提及，我哋要點樣可以吸引到我哋嘅青少年可以關注，咁可能學習係其中一方面啦，嚇。透過課堂上面嘅教學，或者係一啲嘅講座，甚至係譬如我哋非遺進入校園，嚇，係一個方式向佢哋去介紹呢一啲非遺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，亦都可能係透過一啲嘅社交媒體，例如我哋康文署都有好多社交媒體上面嘅資訊係供應俾佢哋，係等佢哋協助佢哋深入去了解我哋嘅中華文化。咁但係除咗呢一啲嘅方式呢，亦都活動係一個非常有效嘅方式嚟嘅，因為活動呢，其實佢哋參與其中呢，佢哋先至知道原來呢一啲嘢都同中華文化或者同非遺係有關嘅嚇。可能你譬如你覺得搶包山好得意，咁你參與咗呢個搶包山嘅呢一個慶典嘅過程入邊，你會了解到更多佢嘅背景啦、佢嘅歷史嘅淵源啦等等，呢一啲係一啲比較遠嘅方式去到進行呢個教育啦，咁其實係要雙管齊下嘅，亦都唔單止係呢一個局本身可以做得晒嘅，因為你譬如教育嗰邊，我哋需要教育局嘅協助啦，嚇，咁你喺其他嘅領域，我哋可能咧仲需要其他局嘅協助，例如科技啊等等，咁所以係成個政府一齊去做嘅，同我哋宣揚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一樣，係全個政府一齊要做嘅，嚇，多謝主席。